好啦，乡亲继续来关心这个瓦近湘北市的家人，今仔日增加8例本土病例，连几日讲这个确诊数拢维持伫个位数。也毋过，这个中心开市的成功市场，佮传出着一个猪肉摊商来确诊，为休市到发病，这个中让有16天遮尔久。这个疫情家人疫情上新的状况，来听市长林佑昌的说明。那他从5月20号，然后到6月6号去看医生，这个发病，中间其实已经经过了16天，也这个远超过我们之前14天的这个隔离的时间。那为什么会在16天之后，然后有发病的一个症状？那我们疫调人员也正在厘清当中了。那这一点我们已经回报 CDC， 那并且请求更专业的一个资源，来厘清这个个案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原因跟状况。那目前疫苗施打的一个顺序，还有它施打的一个方向，是针对第一类、那第二类跟第三类人员来进行施打。那中央所拨下来的疫苗，那在我们基隆市第一类的医护人员基本上全部都已经施打完毕。那在日前，中央我特别争取2100剂新增加的疫苗。这一部分是目标是要施打第二类跟第三类的这些人员，那2100剂大概可以施打40%本市第二类、第三类的人员的需求。那第二类跟第三类，其他的呢，我们还有将近6086人是被框在这个第二类跟第三类的人员里面。那目前中央拨给我们基隆市的疫苗还不足以去把第二类跟第三类的人员全部施打完毕。那就一般的一个市民来说，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批次中央有宣布75岁以上的长者，希望在这一次日本赠送给台湾的疫苗里面能够优先的来施打。那只要中央的疫苗施打的政策一确定，我们市政府这边会全力的来配合跟安排，也会通。